继续是这个台北市的大安区，伫早起的7点外发生一件车祸意外，一个80外岁太太为停车场开车出来，把这个油门当作是洞啊，甲打落，结果规台车是弄入去对面的人家厝，佮弄到路边2台机车。这太太真紧张，拍这个马具，想袂到油门佮打了伤凶。 规台车全个倒退路弄倒来停车场，弄到人的车，了后个弄进前，弄到人的店口。这个时阵，车才总算停落来。啊，这个大楼的主委甲厝边就开始要向前去甲帮忙，嘛差一点啊去互弄到。当时这个现场是惊险万分。他应当是往右转，他没有右转，他去往左转。 这台车倒驶出停车场，就油门吹了，弄到对面的1楼徛家，搁险啊弄到人。加在这个老先生赶紧闪，要去看一个详细的事，这个车又搁驶倒去。在那边空转，然后紧张又往那个后车档一打是吧？往这边进来，然后去撞到那部白色的。倒退路搁会使为出入口驶转去停车场，也搁无停落来，搁弄到车。 这个时阵，大家当作讲已经停落来，想袂到这台车又搁冲进前，弄到人的店门口。我在楼上看，我一直叫，好恐怖哦！一直冒烟，想说应该可以停止了，他为什么没停止？又把他倒车回来。 这个赛车失控的驾驶，伫早起7点时，要为台北市大安区停车场离开，要去北投山顶种菜，可能是因为精神较无遐集中，和附近的住户惊到。油门当刹车啦，后来我就慌张，又赶快又转进来了，吓到了。85岁老太太讲，这台车已经买30多年，一礼拜驶1摆拢无代志，这摆出代志，车就直接报废啊！1个月4000块的停车费，摕来坐机动车较赢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